我有办法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烟币呢？嗯。一个人。不行了，我给你换个新的。我有办法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嗯？一个人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还好我多买了一瓶。哎，哪去了？一个人。能？我看。没事，那么大个铁链拴住，你怕什么？你觉得我们能跑得过他吗？够呛。一个人。
来问题了。有人。华哥，你买这棉花干嘛？让你我来羽绒服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对呀，骗你的，这不是过年的吗？我给你买的是衣服，在这里。你哪来的钱给我买衣服？我把你的手机拿到装在 APP 上卖了。你那手机都这么旧了，还是那么多，强烈推荐你带走的旧手机都去装到 APP 上卖几台，反正春节送都准备上门领券。把我手机卖了，我用什么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有办法。有人。我有办法。我眉毛呢？不知道啊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要不我给你换完枪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哎，去哪？我去叫几个人，你也叫几个吧。啊，别说到时候我人多欺负你人少。让开，我来。他可能刚来，有点水土不服。那怎么？我有办法。先让他麻一会儿，让他补一下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急忙慌张。